大家好，今日帶大家嚟到北打巷咧，係睇一個由江詩丹頓同埋 Philips 一齊主辦嘅一個叫做 Concours d'Elegance嘅會標展覽嘅。咁呢個除咗一個展覽之外咧，亦都係個比賽。江詩丹頓都邀請各位收藏家咧，攞出佢哋自己嘅珍藏出嚟咧，去參加呢個比賽。今次嘅比賽咧係包括咗7大項目，每款時計只可以參加其中一個組別嘅甄選，包括咗報時機制啦、計時碼錶、天文複雜功能、多重複雜功能、皇家天文台錶、藝術工藝同埋經典設計嘅。講翻呢個展覽，江詩丹頓就住呢個比賽喺每一個項目都準備咗一個展品俾大家睇同埋參考。其中一個咧係我最中意嘅 chronograph， 細錶直徑啦，4個 teardrops 嘅錶儀設計啦，個 chronograph 得2個嘅累計小時圈啦，左邊就60秒，右邊就累計30分鐘啦。呢2個累計小圈嘅計時設定係我最中意嘅。另一個好有趣項目咧就係經典設計啦。江詩丹頓喺1972年咧就已經有一個好有趣嘅平行4邊嘅設計㗎啦。當陣時仲攞咗由法國政府頒發嘅法國榮耀獎章啦。梯形嘅錶殼設計啦，錶殼嗰個金屬用得好圓潤啦，分別由2個獨立機芯咧顯示咗兩地時間。咁同埋個錶殼好特別，係冇錶儀嘅，皮帶咧係就咁嵌上去嘅啫。呢隻 Prestige 1972係我自己好中意一個錶殼款式嚟嘅。江詩丹頓除咗佢嘅機械工藝啊、複雜計時機芯之外咧，其實都唔好忘記咗佢本身藝術鑲鑽方面嘅工藝嘅。呢次展覽嘅錶咧係一個火焰型嘅爆鑽，係做得非常之靚嘅。呢隻錶雖然係1999年之後先生產嘅，但亦都睇到 VC 當陣時咧係好早已經佢嘅鑲鑽工藝咧做得非常之前衛。咁另一個項目咧就係天文複雜顯示，大家千祈唔需要以為你隻錶有幾十個功能先可以參加。咁類似呢隻有 Triple Calendar 以上嘅功能咧，就已經可以參加呢個比賽㗎啦。仲有一個項目咧就係多重複雜功能。呢隻錶係當陣時 VC 第一次將 To Be On 功能咧由懷錶擠落嚟去換錶嘅。咁而呢隻錶嘅複雜功能係包括咗 To Be On 啦、Retrograde 嘅 Power Reserve 啦，同埋已經係比較少用嘅 Gilsey 嘅手法。咁就係呢幾樣已經可以參加到複雜功能嘅項目啦。20世紀好多腕錶品牌咧都爭相參加天文台嘅腕錶準確比賽。咁而 VC 當陣時咧就憑住呢隻1906年嘅 Chronometer Royal 咧係得到咗日內瓦皇家天文台嘅1等獎。有比賽當然有評審。今次嘅評審陣容好厲害，包括咗江詩丹頓嘅風格同埋傳承總監 Christian Semenuk， 同埋 Philips 嘅鐘錶部資深顧問 Howell Brass， 仲有12位嚟自於各個界別嘅資深業內人士啦，包括咗 Urwerk 嘅創辦人 Felix 啦、Hodinkee 嘅 Benjamin 啦、新加坡 Revolution 嘅 Ray Gold。咁評審團咧將會喺呢個7大項目每個組別入邊咧各自甄選5位嘅得獎者。加上呢個評審特別大獎嘅得獎者咧，係會邀請佢哋11月10號喺日內瓦舉行嘅頒獎禮，所有嘅機票同埋住宿費用咧都係由品牌贊助。報名嘅時間咧係由即日起至到4月30號嘅。咁參賽嘅途徑咧，大家可以江詩丹頓嘅官網同埋品牌嘅專門店咧都可以報名。有興趣嘅朋友，快啲行動啦！